食药署公布今年7、8月因针对市场咧卖的肉类甲海产进行抽查结果发现有2件产品无合格，一款是台湾已经备好的虾仁，一个是乌骨鸡，因的抗生素拢超过标准，来源的厂商拢是咧台南。即马台南的地方卫生局已经甲业者开罚单，嘛要求同一批产品全部爱回收。 台南市这间水产行铁门扭来，大门锁掉的，因为店内卖的白虾仁，互人验到有抗生素违规。卫福部食药署23公布，今年7月到8月，针对传统市场、大卖场等禽畜水产品做农药的残留抽验，结果发现有2件产品无合格，来源厂商拢伫台南。第一件是台湾现剥白虾仁，检出了不得使用的一个抗生素。那第二个不合格产品是乌骨鸡。 食药署表示，无合格的产品是台湾现白白虾仁，供应商是台南市乌金水产行，验到抗生素林可比素0.002 ppm， 照规定是袂使验到。乌骨鸡是验到抗生素3价用便胺嘧啶0.2 ppm， 超过标准4倍。乌骨鸡里面有残留有过量的3甲氧下嘧啶的话，就担心说民众吃了那个肉，担心容易会有过敏反应，然后也担心说。 有可能会肠胃道不适，不过当然在临床上，我们也注意到说3甲氧下嘧啶过量使用也会影响肾功能。医师建议消费者优先购买信用良好的店面产品，通保障消费权益。食药署嘛讲，地方的卫生局已经分别对2间违规的业者罚6万到3万块，要搁追查共批产品的流向，甲因落来甲回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